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莊烈霍。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1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日。好啦，今日亦都嚟到3月份啦。咁2月份係短啲。嗱，嚟到咧春天啦，真係因為過咗係農曆年。嗱，咁呢個天氣真係終於稍為咧好翻啲啦。好啦，真係好慘啦。咁喺英國咧係個天氣真係比較差，尤其是咧冬天啊。嗱，佢慘就慘在咩咧？有大風啦，個天又天陰啦。真係咧足足2個幾月嘅最少。咁聖誕節12月嗰陣時就好啲，因為咧成個氣氛都係過緊聖誕同放假。咁你覺得咧冇咁咧係鬱悶？但你去到1月同2月嗰陣時咧真係會有啲咧係好似冇嘢好做。好啦，不過咧我都一早咧已經習慣咗啦。因為咧，其實最好1、2月咧就閉關。好啦，呢一節咧，我哋要繼續同大家咧跟進啊，就係由於咧最新嘅國際局勢發展，我哋要繼續咧同大家多角度包括係各個國家嘅最新嘅回應仲有後續嘅推演，我哋亦都要同大家咧嚟個詳細分析噶。好啦，呢節咧我哋將要討論就係邪惡軸心國家之一嘅俄羅斯啦。又稱之為俄爹。咁點解俄爹呢？就係因為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咧中共咧係徹底係跟住蘇聯即係俄羅斯嘅共產黨生出嚟嘅仔嚟噶。佢基本上咧係徹底蘇聯嘅複製品嚟噶。好啦，所以唔使講啦，呢一個咧係習近平由於就係咧非常之咧崇拜呢一個咧係俄羅斯，咁因此啦。有任何咧嘅西方國家佢咧都當敵人，只會咧當呢一個咧俄羅斯係契爺噶。咁所以就叫俄爹。好啦，如果你講緊5幾年6幾年，中國大陸咧一窮二白，乜 Q 都冇嗰陣時，你認咧蘇聯做俄爹都好正常，因為你可以依靠咧嘅對象有限，而且西方國家當然係唔容許你係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崛起咯。好啦，當時當時其實俄羅斯呢個技術同西方世界呢個差距係比較細，即係話其實俄羅斯當時啲科技都唔錯噶，更加展開同美國嘅太空競爭，就係冷戰時代啦。好啦，由於美國同俄羅斯都係擁核國家嚟噶，因此啦，咁喺嗰個年代就大家都係對等超級強國。好啦，但係隨住個局勢發展，由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大家都知啦係揾笨嘅，咁想喺個科技經濟上邊係超越係有自由經濟嘅西方國家，其實冇乜可能噶。淨係睇下個歐洲鐵幕陣營嘅國家，即係東歐嘅國家華沙公約陣營同呢個北約國家相比，就相差極遠噶個經濟發展。淨係睇下係東德同西德，大家就知。唔信嘅，大家仍然可以去柏林噶。柏林仲有好多係東德嘅博物館，大家可以睇。好啦，其實呢個東方西方仲有計埋歐洲即係所謂親社會主義陣營仲有西方世界。但係由於缺乏自由經濟其實缺乏自由經濟基本上就等於封鎖咗呢個生產力。咁所以其實俄羅斯好快就揼咗落去噶。好啦，同而家嘅中國大陸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中國大陸喺早10幾年就有因為有好多嘅自由嘅空間係去發展。咁因此啦，中國大陸的而且確解放咗好大嘅生產力同創意出嚟噶。再加上華人夠勤力。好啦，但係好可惜啦，因為有習近平咁好快就將所有嘅自由經濟創意全部扼殺晒啦。好啦，講翻俄羅斯。俄羅斯後來更加蘇聯解體。好啦，跟住就俄羅斯已經不能夠再被稱之為係超級強國噶啦，佢已經瓦解。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知嘅習近平繼續當俄羅斯係俄爹。好啦，甚至乎中共嘅其他人亦都冇係將俄羅斯係當契哥噶或者契爺啦只有極度無知嘅習近平係咁樣做。好啦，普京就好清楚啦，佢雖然俾人係稱之為現代沙皇，咁大家真係要謹記有人俾個好聽嘅名嚟。咁可能除咗你嘅粉絲之外啦咁多數其實都係陰你為主噶。
正所謂咧，歌前歌後啊三分險，無端端咧有同你唔係好熟嘅人，無端端咧就叫你阿哥，叫你乜哥乜哥，咁咧係一件好危險嘅事，佢對你咧一定係有企圖噶。好啦，然而個個咧有權力在手，都聽到咧讚賞，都會咧係着晒噶。咁普京咧都差唔多。不過其實普京好清楚自己咧嘅境況噶。因為開始咗呢個咧俄烏戰爭之後，個俄烏戰爭已經係踏入緊第4年啦，各位。好啦，本來下個情報話俾咧普京知，下1個禮拜之內就將呢個基輔咧係收拾噶啦，到時咧就係進入基輔閱兵。俄羅斯同樣地對烏克蘭都好大滲透噶，佢嗰個滲透就滲透到咧好似係中國大陸同台灣之間咧嗰個滲透。同樣地啦，俄羅斯滲透烏克蘭滲透到咁嘅地步。因為佢個滲透係經濟貪污嘅滲透。好啦，睇下佢打仗打到咩樣，一塌糊塗。所以而家其實普京好清楚自己嘅處境。佢連同烏克蘭對陣都冇辦法係獲勝，更加唔好講咧喺個國際上邊。而且由於個戰爭仲未完㗎，因此佢亦都冇可能咧係調派任何兵力係去侵擾其他國家。因此唔使講啦，其實俄羅斯對於伊朗係冇辦法進行任何嘅支援，除咗外交嘅支援之外。好啦，由於咧近代3大邪惡軸心國咧崛起，由於呢一個咧蘇聯沒落啦，俄羅斯跌咗落嚟。中國大陸咧又因為咧經濟咧膨脹，咁中國大陸咧係好快就取代咗咧俄羅斯喺個經濟上邊嘅影響力。而又同一時間，中東係成為咗呢個世界主要嘅戰場，真係唔係講笑。今日咧真係值得大家係高興噶。因為恐怕呢一個咧係中東嘅衝突就會因為呢個伊朗咧嘅解體而咧係會告終噶。因為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知，基本上所有嘅以巴衝突個背後咧都係同伊朗有關。基本上伊朗就係徹底係所有呢一啲係恐怖組織咧背後嘅金主嚟噶，而武器亦都係佢哋提供。實際上咧，巴勒斯坦人亦都等於咧係俾呢一個恐怖組織係騎劫。因為咧巴勒斯坦嘅人民都冇辦法咧制止恐怖組織。因此啦，就算巴勒斯坦嘅人民想同以色列和平共處，都冇晒辦法。好啦，當然啦，我亦都唔會咧天真到話覺得而家咧就可以一夜解決。嗰個叫做仇恨係種咗太耐太深。不過而且確咧見到咧解決呢個曙光。好啦，伊朗就等於係俄羅斯仲有中共喺中東嘅最大嘅代理人嚟噶。而家呢個咧伊朗嘅哈梅內伊政權係正式咧崩解，意味住佢哋最大嘅代理人等於咧係覆滅。佢哋應該會想盡辦法係去扶植親俄羅斯咧親中新政權出嚟。因此呢段時間佢哋當然係好想係介入同調停啦。因為就算哈梅內伊釘咗，佢哋最想做嘅就係維持住佢哋喺呢個地區嘅影響力。因此啦，如果咧係任由伊朗繼續咧崩解落去，對佢哋嚟講係最不利噶。好啦，所以啦，莫斯科咧就係要求咧係要緊急國際係調解噶，要出嚟國際斡旋。好啦，大陸直情就深咗潛噶，因為仲未掌握到足夠嘅情報。因為你睇下新華社你就知啦，幾好笑咧。我覺得咧，中國大陸肯定係仲未係消化到呢一個咁悲慘嘅消息，所以係唔知道咧點樣應對噶。而普京就好清楚啦，而家盡快想辦法係撳停美國。好啦，不過除咗係出嚟話要調解之外，基本上俄羅斯亦都冇嘢可以做噶，即係話佢想真係喐手都不可能。咁今時今日咧講核彈咧亦都冇乜用，因為你睇下俄羅斯擁核國家打仗都打咗4年噶。咁你睇下啦，咁到底俄羅斯邊度夠膽使用核彈呢？因為大家都知道核彈個代價係非常之嚴重，你必定係面臨就係一定要將你咧瓦解噶。如果你曾經使用。好，咁我哋今次亦都同大家係揭露到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咁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亦都請繼續打開我哋本台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啦。如果你係新聽眾，咁記得係撳訂閱同埋追蹤我哋嘅頻道啦。唔好錯過最新嘅節目。好，我哋今次時間暫時講到呢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
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